这个郭台铭虽然是还未宣布参选，但是所有的动作拢是往选总统的方向咧前进。伊的副手的人选原来无好办，有风声讲这个中华县的议长谢典林的系统是锁定着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这周刊的报道讲，负责运作的是谢典林的政治顾问，也就是无党籍的中华县议员刘坤礼。伊认为找这个李嘉芬，一来会当借着韩国瑜的影响力来冲关着连署的分数；二来嘛会当向郭文泰的阵营来展现政治的实力。也毋过，虽然周刊安尼来报道，这个刘坤礼讲，伊并无熟悉周刊的记者。郭台铭嘛讲，并无听过这个讲法。看到阵中一步一步行上台，国党支持这个国民党员入会宣告底。我坚决支持刘东峰当选下一届的立法委员，1月13号让他当选，好不好？普里克伫咧台中一选区，南洋瓦向民众党合作，和蔡壁如挑战蔡其昌，等于踢破拿白下，而且国党的动作真多，即摆阁传出副手人选的名单，其中一个是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向外传的要邀请李嘉芬女士来搭档您的副手。我讲很多这一些新闻呢，都是我讲句实话，我自己都没有听过。李嘉芬方推荐做副手，国党的笑啊！根据周刊报道，谢典林系统的中华议员刘坤礼私底下运作过理配，一来知影韩国瑜的影响力会当帮助冲关连锁分数；二来若是到李嘉芬成功，嘛等于向在野的瓜阵营展现政治实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问过我，我没有办法守法。叫周刊点名是看线的人，刘坤礼叶贴无回应。不过国党若真正要独立参选，就必须伫咧9月13到17去中选会登记，时到嘛必须公布副手人选，等于比别个选将提早2个月，所以李嘉芬才会正做话题。韩国瑜某哪有可能甲伊去夹？啊，甲安尼就韩国瑜夹啊，就好啊，那就伊。这是刘坤礼个人的想法，我们不予回应哦。地方提早运作副手人选，嘛说明地方势力对国党的是正期待。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